明天把那个水倒，我告诉你啊，滚！明天还会有人，今天结束不了，我下次你们都吵不了，没人吵不了。想好，明天还有人来，后天还有人来，你们谁赢，论资有道，我一个都不怕。我是光明的，我是正道，不是邪魔歪道。今天杀一个，今天先不杀，揍你，吃饭那个揍你，揍了你们明天都免揍，揍，一个，80。